些像马竹笋哎，哎呦，把你拔开，里面应该是很嫩的哦，你的里面一定是白色的。里面应该是嫩的。平常时豆腐下去来要煮哈。我如果煮西方叫煮人就不用。哇，说到这主意是不是张伯谦出的？阿姐，你用做咧冰落来啊，向下炒。焦化吗？椒饼吗？啊，油啊！来咯，成啦哈，来咯，包咯。好，啊拼落咯，这样无还有你啦哈。哎，玉姑姐，你平常时有煮嘛个酸辣料理吗？酸辣料理不油。要跟我说酸辣汤哦。没有。哦，要给师傅调是不是？来请骂啥？因为强玛莎嘞，你看谁比较帅，你自己选。两个都很帅，哎。好，那就我来。 What？还有哪嘞？如果大家散掉，他们自己负责。我们翻到背后了，给你们点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哈，这任务太艰难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翻他们牌子，要选他的就拍他屁股。好。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我係莊伯克。看到你社團聽就提講，又來到台中董事哎。係啊，董事哦，尤其係這個台中中部哦，豆豆哈哈音嘅所在。每次我們來都被招待吃那個啊，水蜜桃啊，水梨椰啊。要減肥真的好難哦。這種你不是只有到台中減肥難好嗎？哎，全台灣豆豆所在的東西全部都對呀，對呀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到給咩評審欣賞，馬上先來分享到齊玉鳳齊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希，大家好。齊師傅你好，還有陸振斌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啊，斌哥你好。好，馬上嚟分享到有嘅潛水站哦，係媽媽帶嘅來嘅土地媽媽叫下來哦。分享到嘅係玉竹記老用神，歡迎。有味精靈哦。哎，基隆山還有個母子的招牌裝扮呢，很可愛耶。係哦，咱最近嚟分享到係固熟哦，林咪一咯，展大家好。好像是這樣講吧，開不 Q 沒有慢講，你嘅名係林咪一係嗎？林美人。林咪一，啊，你嘅名係醬菜油。蔣彩油，因為跳跳你還是講你的海陸好了。想說因為到，因為你剛才講嘅感覺係海流誒。哦，又很像了，是不是？對。哦，所以最終方要睇個林美英，還有蔣彩油，蔣彩油。哎呦，你也是大埔人哦。因為太埔強老師演就董上槍啊。難怪。係啊係啊。好啦，講到一個董事哈，杜後用煮阿雞係做快炒誒，啊夾來也係做早餐的，啊都要導邊有嗎？好誰讓人推薦一下自己家裡的美食啊？我們有泰腸啊，卡卡泰腸啊，小炒啊，還有山豬肉啊，還有泡菜湯。客家人嘅水菜貼客家米，都係佢講嘅呀，對喂。啊，你講到緊緊動火，唔講你到徐玉芳的關係到底是什麼？哎，說清楚哦。可能是我們也有親戚，祖先那邊的，祖先那邊呢，祖先那邊的。叫阿叔。阿叔。好，還有乜嘅咧？東勢林業園區。誒，到6月的時啊，吼，該荷花當家。荷花，赏荷可以去拍照嘛？对对对，啊，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莲子料理有吗？哎，莲子料理都是因为那个只是它园区里面有，哎啊，那东西主要係水梨、高阶梨較多，啊，彩油節咧，東勢林場，真好料，講實在係嘅露營，啊個要看螢火蟲啊咧。凍雪緊緊凍到好高好料素菜啊！真的，好嚟看一下第一次食材嘛。哦，莎莎打開咧，本大家看一下，今日第一套主題嘅食材咯。你係馬竹筍。竹筍呢？好，嚟分享到中日嘅馬竹筍嘅牛肉，分享到嘅係羅玉竹、羅太哥。羅太哥，哦，哇，好有活力哦！大家好，喺中馬度嘅阿蕉。阿蕉，阿蕉哥，你少有一些像馬竹筍哎。哎呦，把你拔開，很強裡面應該是很嫩的哦，你的裡面一定是白色的，裡面應該是嫩的。哦，第二個董事堂講董人做馬竹筍啊。誒，因為俺董事係個山上嘅客家莊哈，俺大部分嘅人都係打麻，啊都關系到拿船啊、扛船啊，種呢啲兩部嘅麻竹。啊麻竹喺常態度用啊，像探水啦、探橋啦、搭架啦，啊個還有麻竹筍嗰些。哇，哎呀，好重哦！
后中。后中。哎后中啊，不过过家以辛苦动动门的吧？後足啊，大早3點就過嚟。真嘅，一天會晏晝嗎？日頭望出來。見到西凍熱頭吼，嗯都會變苦嘅。嗯。啊，西凍熱頭變苦哦，統統人都買咧。啊，人較簡易，人都介意拿來沾筍，沾筍筍。哦，變酸筍很好筍吃。筍落去都啊，咁每湯完全冇用啦。要帶來冇？哦要。來看啊，來看啊。哎，兩種哦。一種係沙拉筍吼，另外一種係蒜筍吼。谢谢。來吃吃看啊吼，今日嘅係涼拌的嘛吼，馬做祖沙拉嘅。種嘅沙拉都係甜嘅，望西凍熱頭嘅幾甜嘅。甜嘅人都係切隻豬湯，豬麻豬筍湯，又係做沙拉。啊，好甜呢。啊，呢種嘅特別介紹到酸筍。嗯。呢種嘅酸筍都一般已經西凍熱頭，啊叫做變強嘅，冇苦。啊，人拿來煎過了後，啊，都是在哦不用佢叫，啊，都是在拿來炒，要豬湯，啊炒好咗，啊大盤包特別吃飽。吃到腦食起來樣板，讚。好食吼。後面聞一下，因為剛才講係酸筍的味道啊，剛才吃到那個沙拉筍又甜哦。哦，真甜又甜又脆。真嘅。哦，啊柴油姐感覺咧，真好食。我剛才還認為幾多有落湯嘅。對，真的，冬甜，而且竹筍就會散有嫩呢，唔會鹹味當粗，肚肚好吃，食起來像水裡又像菱角安呢吼。既然董事也特別馬竹筍按讚表，馬上就拿下嘅食材來進行挑戰咯。屋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最低限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。做出自家嘅素路菜，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面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馬上呢，既然係董事人拿下最特產嘅東西來做表現嘅話，我相信一聽做得出嚟到菜地嘅料理。冇錯。紅對帶嘅料理係乜嘅？香脆麻竹筍，香脆麻竹筍，一特別很多脆啦。係，睇看一下咱最今日要做嘅，今日要做嘅料理係馬雞。糖醋麻竹筍。糖醋香脆，大家有信心冇？有冇？有。好，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。我看也個香脆也好啊，哦，也係糖醋，我們糖的吃完全冇用用。呀，這就是看個人喜好，你們喜歡吃香脆的，還是喜歡吃糖醋吃？炸街都吃的就知道了。官方，官方。好。哎，我觉得看他们表演料理，你不要一直吵，好，沒問題。因為他們倆都是正統的廚師。對。然後剛剛就讓講，佢係賣早餐呢。你的媽媽是做快炒，要麼該油哦，油哦，豬油，這個哦，好香，好香。香蔥呢？哦，這個表嘅哦，嘿嘿，吃表嘞，你阿媽嘅蒜頭哦，蒜頭，嘿，有嘛？椒麻，你會開早餐店是因為跟媽媽一起學料理嗎？對啊，某空款體嘅快炒，啊，我是那個炒麵豬血湯，哦，這個很好吃。我也愛嘿。我3層牛肉要給下比 Q 下表，有香了，而且今天是給兒子來掌廚哦。走，要跟聽說是豆腐蝦算係嚟咗煮嗬。我叫我煮，細漢叫主人就冇點。哇！你是去到訂了哦？替媽媽，係啊。按最好是媽媽煮的嘛菜。太強。啊，煮炒恭喜哦！係。哎呀，竹筍係自家煮的嗎？應該冇時間煮的吧？冇時間好冇煮時間。要天天比表吼。因為周圍油係嗎？啊，油。但是哎，你的廚油已經養了一半呢。你有覺得我們香氣四溢在我們家裡了嗎？它就還蠻傳統的做法，很經典。好，聽下就收陣啦，吼，天天都唔怕。你係翁梨係嗎？哎，叫翁梨哈。啊，上海我知道翁梨哦。，美英記不卡喺中梨耶，係嗎？美英不看。美英姐已經其他種梨哦。嗯，是高階梨嗎？對對。所以剛剛在偷偷打廣告。
恁种安尼种有三星万颜料，哦，技术一流的。啊，今年他就逮了几个种的梨哦，料理本太加湿，但是应该不用放这么多吧，哈。等下模是不用半碟的。啊，剩下那个做的就太加分享。應該順了有同過咧嘛？有當過咧就熟咧，你順有煮熟嘅。อันนี้本結棍哈。好，我看起來嘛，要改了哦。啊，要改咗。這樣好夾的哈。好，個夾係錯。剛剛我們那個鳳梨啊，先去煸一下哈，也是給它焦化一下，是嗎？錯。啊，湯要炒過半佢漿化嗎？湯冇，我打牛標。來老你講吼，一定要好食嘅糖醋嘿，該醬做啲先炒一下。哦，錯吼，係。安樣怎麼用係嗎？有那會咋不會啊？啊冇錯，你要過夾。來2選1。先窮農啦哈。而家狂雞片好咧，好嗎？會不會過去反而就敗退咧？會。先炒香，該醬嚟做啲先炒落。哦，安尼照片用。等下，這從到這主意是不是張伯謙出的？係冇，你滾咧，啊仲較細啲嘛。好，先別做。伯謙。甜甜的煮啊，姐姐，因為醬做啲冰落來啊，向下炒。焦化嗎？焦化嗎？要冰嗎？啊要啊！來咯，成意啦哈！來咯，包咯。好，我拼落咯，這行冇係用煙啦啊！焦化嗎？焦化嗎？要冰嗎？啊要啊！有嗎？嘅？有啊。要按結冰啊！也試。哦，也試。好，我哋狂開片好咧啦，好唔好？哦，也試。加油啦！加加油！坐低，好。哦，加油係嗎？加油係嗎？好，好，我哋狂開片好咧，好。哇！這邊就安靜了許多了。客家藏咗個。有三成肉要我覺得到落嚟啦。安重新炒個回鍋肉咁樣係嘛？誒，未要長哦。因為做筍要處理過咧嘛，要燙過係嗎？要燙下過係。所以做200次啊。玉珠姐平常心咩看問題嘅哦。哎呦，還有加水哈。哎呦，這是該下先燙嘅竹筍嘅水嘅嗎？係。同個做筍有冰埋嘅東西嗎？冇湯你啊同隻個筍落嚟了，啊隻個要筍梅，要安尼麻做筍嘅梅。佢個水要該麻做筍。麻做筍梅湯，誒。所以安樣子差唔多甜點，等下是好咧哦。好，我哋先狂雞片咯，好冇？好，做啲我差唔多誒，你看你要加嘅葱啊，辣椒誒，個調味，個水杯面行可以多加一些嘅葱油，係葱頭，好，葱頭，你啊自己做誒，啊個魚露嘅醬油，哦，該係乜嘅東西？醬油魚露醬油，哦魚露加醬油，調好的是不是？我自己會加裝誒。好，我們等下都應該差唔多誒，這邊差不多了哈，好。哦，烤牛肉凍澎湃哦，有焦化嗎？我們有糖醋嗎？這個糖被但係偷走。醬油挑過哈，可能會有點甜水咧哈。吃蜜桃，去看看，吃蜜桃，做得嗎？吃了。而且等下它會加水哩咧，水哩它會出水呢。筍湯啦，做筍湯嘅啊。這裡吧，我們剛剛沒有講，我們就講說糖醋竹筍嘛，對不對？沒有說糖醋炒竹筍，我們是糖醋鳳竹筍。哦，糖醋鳳竹筍。哦，誒，阿娘還會個加嘛加冇我哋咧？個加啲啊，個加啲都好咧。呢啲啊，全部要熟要啊。其實係要放白辣椒撈啲料去咯，按個炒，啲料炒過未做得啦。哦，同一隻價啦，就不用這麼多湯了。那料魚類幾家那裡炒什麼水耶？我是水來裡頭那水裡頭未做。但是我先訪問一下，你們原本做的就是想要這樣水嗎？哎呀，俊全你咪做安尼啊，他們家自己的味道。都是有安尼啦，哦。啊，所以差唔多你嘛嗬。他家這個，係咁香菜，很有點。雞係香菜。該做成塔，七連菜，做成塔。對。好，差不多誒，來倒數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下鐵管地圖，呢部開面是較好食咧。好，那今日呢，抓出出用麻竹筍來做變化，兩組嘅看
什么就冇口用哎。没有。哎，你也看起来像是比较轻巧的。它上车也特别系有 Q 咪的调整，来吃看那也特别系上吹马竹树。好，来吃看那哈。嗯，摸舌头晕，你们有拿到晕吗？哇，是哈意思为啲吼，你下竹笋哦，系摸晒冻热头嚟哦，冻香。真嘅冻香，又加动车，就像你嘅嘴面口样系上车嘅，上车马竹笋，有买伊嘛？有，你吹吹。然后你平常煮嘅感觉？呀。有较淡一些，较淡一些，不过不较惯用太薄来炒，我有丢了整茶呢。错。那永成吃的嘞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可以。有想吃给崩的火候也会影响煮出来米头，可是呢，不变的是我们的葱油。葱猪油，哈，给起个破葱头，真劲浓香。你刚才就想来讲，他们的那个油葱哦，葱头哦，让整盘的那个味道整个提升上来。冇错。有是都给自家别个葱油嘛？有，嘿，东香，嘿。柴油姐觉得嘞？好食，甲笋一切伊好食，东甜，一甜，用盐味，用盐味。笋地度嘛，有个猪肉嘅味道用。对，因为记得用的很三青肉啊，也很香。好，你下完全下，咱吹嘅糖醋嘛嘅麻竹笋，但尝试就麻竹笋哦，还有吼美英姐这个我卡种嘅水梨高阶梨哦，那个种的方式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太高了，吃看哦。酸甜的哦，好吃嘞，非常好吃，当开比呢。很开胃，是哈。牛竹筋吃到样吧？好吃，糖醋不一样哦，哈。只有个口味唔难，唔难哈。甜盐的口味，甜盐米头。永成，你知道嘞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姐姐的柴油姐，你自己感觉自己做的？唔难，还不错，好吃。还不错。跟想象中的地北独豆，我看连是个徐姐有强容吗？有强款，嘿。哦，美英姐这个感觉嘞？东湖西来个笋冬嫩，买得好，马祖笋买得好，嘿。那感觉哦，你头菜吼，真的因为有加芒梨啊，还有加把它必备的东西，所以除了冻酱之外，还有酸甜口味，很开胃。我们本身捞到较水的发毛像一般吃的给糖吃，可是这个味道懂顺口。有时候糖醋是需要配饭的，要给唔吃要吃加吃粥的。错。好，紧张的时间又到了，马上先要向起司部抢本书。好，等下考验下陆准备陆师傅。哇，平手哦，起司部抢公平嗨。好，那么不两片去个酸甜的梅头那种，红果醋、红果盖，滴的是如何又跟糖醋这两个字的也刚融了出来了哈。所以那么不两片是差一点不点，两片俺想要记竹笋。通道如果垂安样，符合主题安样，所以应该不两片。是噻。陆师傅你知道嘞？你豆鸡配你梨啊，然后你学芒梨的，你下酸甜的梅头拢开胃，还有你主要去后尾要加你七千菜，用梅来去拉出来。你豆吼可能正差多步骤的，会记虽然讲了你的葱油冻香，但可能你会散成要做剩一边，剩边不去切这长边个油哈。因为姜个葱油会收火，咱所以火罐就冻死，所以该步骤正差多，可能香味还有多一点。哦，拄好呢呀，两种无叫的做法都得到平时欣赏嘅中医。不过呢，来到这道边马竹笋，除了用炒的，还有加有时候做冷盘的、做蒜的，还有嘛个变化呢？看下今日起师傅带来嘛个睇下上唔到嘅料理哦。种葡素卤菜。好，又到了起司波了，打破大家想象力，突破他自己的界限的时刻又到了哦。今天我表现嘅料理系嘛个嘞？竹报平安，竹报吗？是我吗？走个。哦，你系猪咩猪？竹报。竹笋。哦。竹报平安。报嘞？报诶，鲍鱼菇。哦。苹果。苹果。安。鹌鹑蛋。哦。
竹报平安，好厉害！啊，它这个边缘人要介绍哦，你还呀，你还冬菜。好啊，因为有现做嘛，应该先做嘛个呢？应该先做了，你鹌鹑蛋鱼啊，应该先酱色。应该系头油过系吗？酱色、豆葱，吼，调油，像个钓伫个做个佛跳墙面，然后落去铺面面，吼，是哦，安尼不去上颜色，那等下低爆是落去俩鹌鹑蛋落去铺一下，好厉害，呵呵。铺一下，吼，好，那就先表就态。铺跟软嘅時間唔是混哈。唔是，你等下看是啲吼，好，那就先挡键盘哦，挡键盘哈，看很恐怖吗？很恐怖的，对。啊，你这个不是竹报平安，还很恐怖。好，我们拍，等下看哈，好，阿慢哈。那就先表个杏鲍菇，鲍鱼菇第二包，你这样子就会变成竹杏平安。哎呀，什么东西？因为鲍鱼菇改杏鲍菇啊，竹杏平安。竹杏平安。鲍鱼菇啦哈，用鲍鱼菇係咪美金會幾好出水啊？係，它比較 juicy 係嘛？我其實佢咪做得用杏鲍菇啦，因為我取的名字係我那麼解，竹爆。來咯，生意啦哈。來咯，爆咯，好，我拼咯咯，這樣冇還有音啦啊！哇，哎，還好啊。而且這個是安呐，哈，也安全的安呐，安打。全安也是好的哦，哦，你看嗰邊是會鳥蛋是會裂開的哦，要看到那個虎皮啦，係嗎？有哈，好了，還有像個佛跳牆係嗎？有，有哦，厲害。有乜㗎？冬菜。係。哦，按個油小油哈。哎，師傅，像個冬菜它是醃製物嗎？醃製物。哦。竹筍。哇。哇！鹽巴1.20毫。胡椒粉。你嘛唔知做啲乜唔怕？用成有冇問題嗎？哦，胡椒粉。有冇嘅問題嗎？冇。蘋果。哦。另個做乜嘅準備長得表啊？另個呀，比較有個脆度。哦。姜母嘅那處理是的嗎？做的，可以結合一下。然後先幫佢小煨一下哈。小煨又要那個歌了嗎？沒有，老梗，那上一季的。哇！哎，偷走故宮。哎，玉珠姐，你平常是有煮嘛個酸辣料理嗎？酸辣料理有。不要跟我說酸辣湯哦。沒。哦，要給吃麵條是不是？我要請瑪莎。因為請瑪莎了，你看誰比較帥，你自己選。兩個都很帥，哎。好，那就我來。What？而家你要做騰雲駕霧。你要試就是來擺盤咯。哎，冇想到跟卵妹做到另個。哎，我有一個疑問，它不會給就是純粹擺飾嗎？係，跟住貼下個甜。竹報平安呢？竹報平安，好，大家平平安安，好，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哦，哈，行冇？竹報平安，我就後生咯。祝福平安，祝福大家平平安安。哦，祝福大家全做啲食到兩套料理。啊，做得啦。先來出題目一下。題目係鑼鼓演講唱中，末將落足起，論順未有操學師，係代表乜嘅咧 ？A 要敬老尊賢 ，B 少年不得志 ，A 啊 B 咧？先來猜拳，等一下張倫兄答案。好，先來。我拍媽媽要係拉嘅咧。玉彩拳哦，右層了，不一定啊，好嗎？來，過來啲哈。剪刀石頭布，
哇！呢度先前哈，拍嗰度呢度。好来用正弦行都正了。先 B 哈，看一下哈。看一下题目哈，先 B 线。哪一个 A 是不是？卡丁敬老尊贤，要卡丁哦。应该是嘛，对不对？彩珠姐妹还用想哈。对。好 A 你咱出现 A。我们只能选 B 了。好，他选哪点？不一听哦。到底答案係 A 又係 B 咧？答案係 A。哦，唔怕按太盤其實唔聽。我做乜嘅？故事係乜嘅？好，呢個故事係啊，人有啊，老該做個強壯，要後生過，未來老嘅時節，所以年輕人愛敬老，不可欺老，所以答案係 A 哦。哦。要嫩筍未？要老筍。嘿。你雖然已經做得4粒蘋果啦，哈，做得。很好哦。真緊的啦。我還以為是吃下面的哈堡嘅翠玉白菜嘞。哦，那我們帶回家吃好了。tomato 是愛嗎？要嗎？有我冇練過。哦，做得即個檢拍哦。啊貴番薯係2兩三誒。要不要黑豆？要不要太開心了？我減肥。我選咯。好殘忍哦。不知道請我們吃蘋果嗎？因為發現到民主姐提嘅白膜，那個貴番斷落去。因為睇紅用熟肉咧，太大盤了。謝謝。試看哈。好。大家有食咧？有哈。誒，做乜嘅有食？哦。太跳小。哦，我們先聽玉珠姐一個鵪鶉蛋做一個香橋，好食。有 Q 有香係嘛？好食。看你擺就好吃了。好，將呢個學到用菜咧。用成知道咧？去到食到安好食的鵪鶉蛋。真嘅哦。冇試過安尼。哦，都應該都 QQ 安尼。因為佢講年嘅時間話，你要營養少。係。因為佢要少嘅時間就會定型，年佢就會定型。哦。啊，年嘅時間是讓佢變個變水安變嘅。那都是變成安用罐，是一種創意啦。你覺得是可以亂用辦？這個哈，一盤要給我們吃啊，我們2個可能吃得完哦。真的哦。因為佢有加啲果，有啲酸酸啊。係有個酸味啊，一爛哈，因為佢頭前就調味啊。係。又好食。係。啊，柴魚姐咧？真好食，我唔是安好食嘅水果啦，個個爛啦，好食。啊，塑膠袋有準備好了嗎？有，等一下對方裝進去哈。啊，盧師傅你講看，呢係啊，本身咧托嘅咧都有材料，穿有甜梅個筍啊、菱角咧都穿有甜梅，最主要香梅啊是咧凍出來咧又炒過咧香梅味出來，全部結起來啊，還有胡椒粉嘅香梅加落去嘅，食到有凍感。你們都忘記講到一個 Q 感誒，應該要留平安食落去吧？有嗎？有啦！阿娘真會平平安安，今年最主要嘅就係平平安安哦。真的，2020希望大家全平平安安哦。真嘅，好食應該要當好食，大家都冇卡做做困難。唔過呢，頭前一畢業，真緊緊就來，雖然有下會團舞嘅嗬，你頭會落山呢，拿出你的拼勁來，馬上嚟進行最背面嗰一挑戰。料理逢6點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3點完成總鋪時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粉粉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啊，要對料理逢強點呢，我講真嘢，我不講，哎呀，這不講。因為已經，我們會去猜測，給他會編嘛個食材出來，而且他們也會猜說我們會期待什麼，然後他會照着我們的期待不買那個。期待寫銀行，不好笑。來，先看一下題目嘛。隨便係乜嘅？呢面隨便係酸辣甜。哦，所以係混啊，又係蓋肉。我覺得如果他們要讓我佩服的話，有就給我換酸。或者蒜片換片，對哦，摸窮人給切發冷笑是不是？但是到底我們會抽到哪個？你們兩個猜拳，運氣比較好，馬上運氣好吼。繼續，好，用真的練。一兩三，馬上運氣好吼。好，來咯，加油加油！箭頭三條不先了吼，箭頭三條不。
好，姐姐我跟你说不一先定，一声，那是很强势嘞。好，打开来喽。一希望是片了哈。嘿1、2、3。菜瓜，酸辣菜瓜。我们有可能会出动片，我们先来个，而且给你们来很多，它某松宽，它有这个会红啊，体温比较高会红。怕啦，我跟你讲，地雷被抽走了。对对对。又上来，这头不用啊，好听哦。 1、2、3开啊哈，1、2、3。哎，牛马很润呐，很幸运呢，来，来1、2、3。哇！两个最好食嘞，鸡冠呐。哎，语音不敢写的这是吗？火鸡吗？没一般的台呢。摸看过安台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去市场都专门挑安台耶。哦，好，你们是觉得倒抽一口气，还是觉得？我觉得怕。好了，啊，等下潘总在送本嘅嘛？總之咧，你想個大轉移推俾煮嘅。好了，你有啥辦法？有辦啦。好了，然後去改食材哦哈，馬上來進行這一百米一管挑戰嘍。好，最半米一罐的料理捧場店，可以輪嚟叫咩？鳳吹當好菜，煮到嘅兩個主食材。係啊，不過你咱最主導嘅菜瓜，我們要用七師傅挑選教過嘅方式來做哦。哎呦，好，睇起嚟有信心冇？有信心嘛，不管用嘅，拿出你嘅實力，各位呢分分稀稀來煮菜就熟嘅。係雞冠就好了呀。好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咯。哎呀，真嘅冇簡單呢，因為越是簡單的，越是難。因為差別要不就很大，要不然就沒什麼差別，對不對？來看哪一邊？給你給冇笑誒。幹嘛嘅款啊？唔是笑。番薯粉，我本常意嘅。啊，你有冇用番薯粉啊？因為佢吼，即炸粉吼，佢會酥酥，係冇識到嘅口感。咁有冇聽少冇？唔可以。要本我先測試一下冇？點解？芒希冇。那你可以先切其他的。來，用它用下切咯。唔是緊張，不是緊張。啊，你連皮都要切啊？酸辣對他們來說吼，當一度都會做的，唔是緊張的。哎，玉珠姐，你平常是有煮嘛個酸辣料理嗎？酸辣料理有。不要跟我說酸辣湯哦。咩？煮從炒薑時就會又酸又辣啦。又炒過哈。有。好，你們先備料，因為我們在這裡，我發現他會緊張。好，先走了。慢慢走，不要到這裡。菜瓜切好咧啊！啊，唔過阿婆係要燜皮哦。等下出嚟用啦，等下粉幫挑好呢。粉啊？沒有。哦，要給師傅挑是不是？要請瑪莎。因為請瑪莎咯，你看誰比較帥，你自己選。兩個都很帥，哎。好，那就我來。What？我先來上。大概七四負，獲勝。好，來，好，差不多要起步咧。開始搶開始。慘咧！哇，20秒了。慘咧！你等一下又要，等下又要從頭按高高的粉又要重新，我們再鋪蓋又要炒條白，因為用下去啊又要，因為底下油溫還蠻高，又要還蠻吼，下到這半個攪粉吼，攪的啊全部唔是全部鋪唔拍吼，啊底下又要你要做一隻醬吼，做得醬，底下吼，底下一般時候咧吼，通。辣椒酸辣係啊，酸辣，哎呀，酸辣，油油哈。姐姐，等下炒醬嘅時節，千萬唔可以加水哦。哦，唔好加水，唔好加水。介下師傅就莫糖機嘅，師傅介下就夠炒雞湯嘅時節，我加入呢個油哦。再送5秒，拜託。5、4、3、2、3、4。好。好了，差不多。不是至少調好粉的呀，因為個粉凍中央嘛。一三一做在底下炒那個醬哦，哈。他炒醬，一下炒醬哈。
你不要放在靠好，腰要香味出来咧吼哎，水给它加落去，好冇水好啊，辣的哟。最好的啊，水啊，水啊，水，可以不？按可以输啦。好，我哋過來看好改變啦好。啊，俺没有穷下过去哦。我有。過來沒怕啦。姐姐，你提其出一点哦实你可以直。接回台北。哎，那个计程车叫一下。那个红彩椒哦，红彩椒哈。还有嘛个？姐姐应该还去干嘛个？米酒算是还去嘛个？煮那帮酸吃。还有 tomato 酱哈。他妈多久？你看甜辣酱嘅同埋多少？甜辣醬。哦，甜辣酱系吗？这个甜辣酱的。啊，雷梦就加的哈。哎。等下先甲雷梦是从嘞哈。嗯。哦。师傅，我觉得他们很吃香哎，因为有片哦，跑一个酸辣就是很本性是动卡的。根本系酸辣鱼片咩？系冇？系啊，系酸辣鱼片吼。系啊。咩酸辣鱼？要有廚師做聽書會掉生命哦。好。看我哪叫用哦。香嘢，很記得菜名係嘛嘅麼？菜名係乜㗎？酸辣魚片。酸辣。係用嘅魚片。哦，魚片哦。片哦。魚片咩魚窟咯？魚片。片哦。哎，你可以用誒。要不要用廚師幫幫我？要不要？好。還是你們先看一下配料圈好嘞嗎？好嘞。好嘞。唔啊，陣間啲啊，我們攞個，啊啲嘅魚片攞來咯。啊唔好，攞來咯。等一下。cái yêu ấy phải hạt cỏ đeo mà yêu vấn hạt cỏ đeo mà 要切片，要切片。cái罐頭的呀。切片。哦。應該要先切片再剖的啦。哎呦，這樣會散特的啦。我覺得交給他們，他們會負責。好，拍子拿來。好。如果大家散掉，他們自己負責。我們搬到背後了，給你們點好不好？可以嗎？哈，這任務太艱難了，好不好？你們可以翻他們牌子，要選他的就拍他屁股。好。拍到哪來？如果大家散掉，他們自己負責。我們搬到背後了，給你們點好不好？可以嗎？哈，這任務太艱難了，好不好？你們可以翻他們牌子。我先講一下，廚師推上來。廚師推上來。二奶渣。推上來。二奶渣。廚師推上來。要選他的就拍他屁股。好。絕對喎。哎，等下如果散掉，你要負責哦。等一下，讓他先準備好道具。好，看好嘞哈。高溫嗎？通知同還沒，喊嘛。好。哎，試吃就算時間哦。好，繼續開始。來，我還沒試吃啊。好，好，繼續開始。挺香的哦。我多大？要變油魔佛。來到會啦，吼，要中大小。師傅，中大小。等一下，就是這樣子，就這樣。哦，這樣會挺少啦。剛才師傅就建議吼，就是那個最高品質。因為他們摸先切過，然後就先混。你等下醬油啊，按一時變成魚片的嘛，哈。魚片你等下按個淋上的時候嘞，哈。要不要我攪一下？淋上去時候嘞，哈。好了。這有切斷嗎？沒有切斷，我等下會被罵。會被罵哈。好。他自己不會罵自己。剪刀，不要5、3、2、1，他媽啦，都不愛生氣。有5秒。俺哥不愛生氣會。3、2、味道。2，好，洗剪刀，緊緊洗剪刀嘞。啊，那個油要打開幹嘛？交本記了。冇爆肚咧，好，擺好，好嘞，擺好。擺好嘅淋上衣嘛。擺好嘅淋上衣就好誒。好，涼油啊，哦，他說他該打了哈。什麼意思啊？你演落去。
啊，全部捏落去，试下梅头。好，好，咱最后做咧看一下咧。可以讲话，可以讲话。啊麦克风今天调很久。昨天试看嘛，哈。对。你还好有讲话，不然观众朋友一直以为卢师傅在踩你脚嘞。好，来你，加油，唱已经好诶，已经好诶。哎，辣椒，那是辣椒诶。他吃辣，他吃辣。啊，挺酸的啦，会加通，会加通，加汤，真的好酸哦。糖啊，哎，那就加加水的。多凉啊，哦，先稀释一点的意思。安尼，怎么又加过去了？我加水。哦，慢走，嘿嘛，走掉哦。哎，Hello，嘛个，你看小社区中做你咧做啊。确定你会帮到忙吗？还是帮到忙？啊，叫强啦。但是至于加几多，你用啥来加？这不就是你知道这什么不理啊？对不对？来，你做你嘅事情。但是我觉得几都有跑得动好哦。唔会停到，唔会停到。为什么加那么多水啊？那我们再收一点。啊，你等下不就是不会？好，让我试看，试梅头看。哎，你好厉害哦！越厉害，我来开始。好了，好，手在重盘呢。好了，我都时间差不多了哈。 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吃看到最杯米馆那部卡张海烈太重谱嘞。好，最杯米馆的吼，大家做酸辣的哦，青腿皮，不要再跟我要饭了，拜托。不会，没有。哎，我这里没有那个锵。好了，吃吃看俺要煮哎，哦。哇，哎呦，安酱哦，安好看的哦。谢谢。好，太高了，吃吃看到喽。酸辣，片。好吃。有酸辣到，真挺好吃。火锅的肉冻 Q。口内摸嘛也算哦，好，比较甜一点点，但我蛮喜欢甜甜的感觉。姐姐觉得嘞？好吃。好吃吗？有满意吗？有。做下嘅醬料嚟講嘅話，喺講你冇滿意就會揀問題咯。好吃。好吃哈。不會啦，因為他們兩個同家的啊，兄福啊。姐弟。對。對。永成你知道咧？有爽都有辣，哎。杜後克服題目。哎。啊，咱水的姐姐覺得咧，幾條做誒？cái肉啊，哈，給安尼泡，安尼我不酥酥，啊，底都有冬潤哦。嘿，啊，它的彩椒脆脆的哦。好吃。本幾條韓國的評價吼。好，啊，彩油姐咧？好吃。好吃哦。魚肉脆脆的好吃。哎呀，剛剛皮因為有先泡過啊，所以切口感很好。好，你下完全咱水了哦。好。哎，你個菜瓜因為先粉，所以看起來是 QQ 的哦。糖講等下地步都它會噴汁哦。應該會。好，攞雪看哦。好。有沒有噴汁？嗱，知道嘅我皮真嘅衣槍嘅呢，我會煎啊呢。就好些咯。只有樣版。好吃。有時不溜，安尼煎落咗。不溜嘅哈。永成你知道咧南區煮到樣版？好吃個綠素 QQ 啊。QQ 嘅哈。對。姐姐，你覺得咧？彩油姐？好吃，像蚵仔煎好吃。像蚵仔煎吼。哎。啊，米精姐咧？米精姐。那將秋刀嘅先啊，哈哈啊，像誒啲菜瓜，啊煮安尼，又酸又甜又辣啊尼，用煮呢。結果咧？好在那個大廚來幫忙一下哦，安尼燜粉，安尼那個粉安尼 QQ 安尼，啊底都嫩。嘿，菜瓜安尼軟啦，很好吃。我基本性嘅想法咪當好啊，做啲上到吼用粉來泡。這樣呢，給它包在裡面，它菜瓜嘅水是唔會走脫的。嘿啊，哦，凍好。緊張嘅時間有多了，到底哪組做得到分數呢？前輩一畢業哈，其實夫將本分數
是不是他有打你屁股？哦，两下看一下哈，陆准备陆师傅。来，其实不讲公平。好，其实你两片咧做落动吼，其实你正常样板应该丝瓜破过以后啊，你莫落去炒，用上该用淋的时候，其实落去有个丝瓜的脆度，没有地的甜度，吼是正常度按用一甜。啊，陆师傅你的想法系嘛？其实这个重点係，佢雖然睇下用破的，應該講，用咧破的這意好，但是破的應該係切冷醬那樣放水，哦，還有講兩片嘅醬料，呢度是正差度蒜，呢度係冇蒜味後背，蒜的香味，呢度叫那個蒜的個檸檬汁的呢個香味，是正差度嘅蒜味，還有差一點點。主要係煮食材嘅處理，佢可以應該推動好，但是後尾要下去炒咧，好可惜嘅。不過你係師傅嘅建議啦，假使你自己真正好像 QQ 嘅，沒走得啦哈，對不對？像彩油姐就覺得哦，好像蚵仔煎哦，沒走得啦，沒走得啦哈。好，今日比賽結果已經出來了，馮翠呢得到3分，藍翠得到1分，恭喜馮翠你得到3000元嘅加彩金。恭喜恭喜！拄好今日家的點休息哦，做在溜步都轉來哈。係啦。對。我看一下哈，咱這個禮物哦，凍河你還有從韓國來哦，這個是雙格陶瓷不粘鴛鴦鍋具組。哦，你看，熱鍋要兩片做啲分開來煮凍河哈。當上市。嘿，恭喜恭喜！因為拄好呀，特別係鼓手就會給過年家下鄉下示範，就做得鄉下用嘅。好啦，就看一下玉珠姐，然後大家分享一下你拜參加心得。哦，心得啊，今日當恩怨出到咧啊嘛真努力咧，徐師傅講話聽笑，很仔細，兩有個機會，兩參加咧啊，睇自家很快樂，努力睇自家。恭喜！用陳芬娛樂老太太分享一下你拜參加嘅心得。要到參加心得，都感動哈，很感動啊。對，第一次。對對。剛剛會緊張嗎？會啊。那你替拜老媽媽叫她上天使嗎？那可能有一些冇煮飯哎。冇水飽。冇水飽。4點半後來做菜。哦，10點這樣出門。 7點半佢就開始做生意耶，當辛苦，一切都兩下都全部辦嘢。哦係。係啊，也拜參加，講真嘅大頭名你得到3000元，3000元我用嚟處理咧。買4年嘅東西。買4年嘅東西啊，好，老人應該不看人來分享啊呢。係係。好，恭喜！我來睇時間。好學弟啦。你今日身體有冇講輕鬆快？嗰時候家下都可以做家強嘅，是份的認真哦。係啊。 因為今天有點生病啦，他就有給動作是紅蔥嘞，他4點起床，我們錢給他沒關係啦，人家獎品沒動火啊，對不對？啊，美英姐今日攞呢個節目嗬，因為感想啦，心地做得到大家講麼？因為我哋有團體哈，從菜有聚會，聚會一般都很嚴格，一個人一道菜，我覺得那竹報平安名字好聽，東西又好吃，我又多一道菜可以做了。 嘿，所以呢個節目吼，咩味道嘅那獎金也係那禮物啦，係為了學習，對不對？啊，彩油姐咧，今日當翻譯咯，兩參加一家之主，嘿，你學到真多菜，真歡喜，嘿。今日當翻譯啦，做得繞牆到兩沙來到呢個節目，恭喜恭喜！謝謝謝謝。好，呢節目呢最大嘅歡喜哦，就做得看到阿楊冇腔嘅組合喎，媽媽又留奶嘅，鼓手又做得腔下來啊，導演講真嘅啦，喺講很愛好了，電視台比賽做料理，我可能咩唔敢哦，鼓手你兩組都親有勇氣，今日不管馬啥得到獎金，也係阿個禮物都係最讚到嘅。所以歡迎所有動勇敢嘅人站出來，強下來比賽參加哦。望走一家之主呢，歡迎睇自家強下來啊，特別學習，行家來突破一下你自家嘅擔當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